2026年2月15號年28，咁呢個咧高先電影院係雙喜臨門，咁就啱啱今日咧咁而家出邊緊在 UFO 啦，咁但係啱啱睇完2點05分10.05分嘅金多寶啦，就啱啱係分享場出翻嚟。今次都隆重其事，將兩個電影咧都喺度收西華庫嘅嘢一齊，咁係一個非常好嘅事。咁舊年10月25號，咁英國、法國、加拿大、澳洲就6個歐洲國家首次承認巴勒斯坦聖誕，就嚟咗呢度睇全港史上第一場公開發售嘅再見 UFO。而家咁今朝咧就農曆新年啦，亦都係有咗金多寶。咁呢令到今年農曆新年特別有意義，因為咧有多10個歐美國家係同中國一樣係承認巴勒斯坦嘅。